一點都贏。哇！精神！大家收錢。佢好犀利啊！9點，一槍過。精神！我今日帶你去實地考察一下，玩牌要心平氣和，亦即係心態情緒都要好，急都急唔嚟。人一旦沉迷就難以自拔，一定要頭腦清醒，要懂得見好就收。心態、情緒、心態、情緒、膽量、策略都好重要，亦都要有敢贏唔怕輸嘅決心。等我嚟玩幾把，你哋睇睇。一槍過。叉燒又贏，呢個老嘢雷頭唔少，要密切關注佢。知道，我會查佢個水落石出。boss 已經查清楚，呢個老者將啲錢全部用嚟做善事。佢攞我嘅錢嚟濟貧，係幫我撥1億去幫助低收入家庭，記得唔好留名。知道，老細放心，我即刻去辦。我今次雖然斬獲過千萬，但年紀大，體能精力有限。你出手把把都掂，好勁。你跟住我，你負責幫我睇牌。我哋係師去舉，佢嚟泵水係為咗做善事，我睇低咗佢。boss，咁使唔使出路錢限制佢？我哋打開門做生意，牙齒當金使。係做生意，牙齒當金使係啱嘅，只不過我會嚟撈多啲，做多啲善事。今晚9點安排打一場。老細收到。總之，我打本，你嚟睇牌，3、7分，你7我3。你7我3就得啦。好，今晚我哋揸個吉時落場過3關，搞大佢。9點係吉時。好。我而家越嚟越掂，除咗你，我仲想揾個保鏢。啱好我識得一個好打得嘅靚女，一定合適。真係好掂，就佢啦。歡迎你嘅加入，多謝老細。合作愉快。我哋合作愉快。
我哋旗開得勝，你哋兩個負責將啲錢帶翻去。老細放心。錢留低，人可以走。錢我要帶走，你哋可以瞓低。一槍過，收錢。叉燒，收錢。老細好有霸氣， boss 佢有特異功能，佢可以記牌算牌。我最欣賞老細將得到嘅錢全部用來做公益善事。